好啊，ST 嘅跟啦，呢個免費嘅跟嚟嘅。佢話嗰隻冷藏嗰有 DLC 嘅掛車咧，或者聯邦嘅掛車咧，冷藏咧有冷氣嘅，呢個組件係跟過出嚟嘅。呢間公司啊，歌捷汽車係呢一個位嘅冷藏嘅。冷藏車啊，據駕駛嚟講冇乜作用嘅，但係如果據計個型號嘅話咧，安嘅時候個價唔同咯。但據佢話特細嘅項目咧冇影響嘅，因為純佢係嗰個選擇咯，個外觀嘅選擇咯，所以冇得確為嘅跟1.59嘅。好啦，跟住有人話見咗安裝嗰個模組啊，安裝模組咧，你就要去模組網站下佢落嚟咧，睇銀件、本機銀件呢個尾卡模組就呢啲啦。ST 一講嘅尾次就係啦，啲模組嘅打上去，勾卡係呢一個。一句模組，2K講咧可以唔改解嘅，解落去都可以嘅，應該成句啦。啊，講嗰個去之後咧，去加模組，咁佢呢啲啦，加 OK 落去咁樣，跟住近到提升提效。佢頸佢雞係嗰個器具，通常啲豪裝類咧喺佢頸位嘅啲豪裝類，啲外觀豪裝啊咁樣，係啦，跟住啲軟銀啊啲擺件咁樣，跟住啲地圖嘅喺底下嘅地圖類咧，我咁買嘅1個2個地圖嘅風雲化啦，跟住一個北歐嘅旗艦嗰啲嘅原色啦。跟住一個地圖嘅連線啦，跟住一個黑毛嘅 B 一講啦，跟住公嘅卡片啦，跟住俄羅斯2個啦，跟住一堆啦，跟住呢一個大草原啦，咁樣行 OK 㗎。嗰個 K 落去咁樣啟動咗啦，咁樣嘅，咁可以近街近高咁樣嘅，可以啦。呢一個咧就啲先嗰邊嘅，先嗰個安裝嘅，因為佢簡單。咁你揾到一個啊〜落去嚟呢一個啊，跟住掛車啊，都咁掟住就 OK 㗎啦。咁啊試過會有嘅。咁你有一個啦，呢個喺度嘅試緊啦，拖車豪裝，簡單啦。如果剛剛好啲模組之後開唔到個遊戲啊剪佢嘅話咧，咁你知其做緊乜嘢咧？你就要測試下啦。
啲毛都撞咗啊，即係撞硬釘之類嘅。我哋地圖咧，如果有啲斷路啊、移位咧，咁你留意下邊個地圖咧連接講啊，係影響嘅。嗰個連接講影響嘅。如果揾個原因嘅話咧，就打上去 Google AI 又好，打上去官網又好，你問下啦。呢個圖角啊，咁係呢一個啦。跟住啊，光過濾啊咁樣啊，黑黃眼熱講啦，冷藏啦。嗱呢個冷氣機啊，呢個啊呢個公司呢個冷卻器，跟住呢一個冷卻器，呢一間公司嘅冷卻器。跟住呢一間啦，冷卻器就係佢 DLC 同埋嗰個所有 DLC 所有冷藏櫃嘅呢個公司嘅跟進，告示光110號啦，啊咁樣排落去嘅，係價格唔同咁解嘅。緊級23 K 有嘅，緊級25嘅。可能呢一個嘢緊急咁高可以，好啦，喺啲工作度啦，我喺呢個位。行其實3千幾公有啲短啲啊。哎呀，飛到！好呢個短短地，好啊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1.5搞架啊！可以移動 call 車個叫 call 嘅隔離位，加上路邊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同埋嗰個新嘅冷氣系統。轉左。啊！啱啲慳埋佢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轉左。
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。轉右。行駛100米之後，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駛出。駛出迴旋處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轉左。呢個呢個唔開閘嘅話咧，呢個隔離啦。呢一個根據路線圖係呢邊嘅，做乜嘢啊？有個北喺度，可以唔開門啊？哦，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轉左。你已經到達目的地。好。去下先啊。又公斤運重啲啊！又公斤及15000嘅286000。呢個黃色好搶眼，嗰件嘢係擺喺嗰口位嘅。
呢度。運土嘅嚟，好，搞掂。一樣搞嘅，沿呢個去，一個行呢個，去過呢個架船，過去客銀，跟住經過呢個景觀點望一望啦。景觀點搞一搞啊，跟住經過呢個打拳個格嚟搞，佢搞嘅。行下見過啦。呢個島碼頭啊，佢據完呢個島嘅，呢個去呢個島又係呢個條先啊，呢個搞呢個係啦，跟住回程咧行呢個2個鐘頭幾嘅，22個鐘頭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。廿幾斤嘅重貨咧，要慢慢駛嘅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。要記嘅好重要嘅，呢個黃哥橋段呢個車頭同嗰啲缸嘅距離。轉右。
都係冇嘅，係咁嘅。行駛100米之後，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駛出。駛出迴旋處。分岔路口靠左，然後轉左。轉左。警車，分岔路口靠左。警車啊，唔好太快啦。分岔路口靠右。我嗰地圖咧，好似佢100隻聲地圖咗嘅，即係經過條未行過，先至行過一度行嘅啫。官方地圖會盡量完整1隻聲啦。
個內部銀務共咧近啊，嗰個無可技巧嘅，有問題嘅。只有個活動嘅時候啊，或者係更新嘅時候未有更新版本嘅時候先至用原裝技巧嘅。呢個遊戲咧好街錢嘅，其實係。之前講行得碌嘅電腦嘅效能啊，嗰啲硬件嘅價錢啊，唔講佢啊。駕駛手跟住溝向管啊、棍波、棍頭啊、呢啲背刺啊，跟住嘅拳技球啊、拳組件嘅 DLC 啊。後來一成千，一叫成軟件成千蚊計軟件，硬件都係成期嘢叫嘅，摩卡系統啊、巴士手繪嗰啲咧，分叉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六七千都要嘅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六七千係港紙啊！都幾得貴其實係，所以啲人啊軟件都要買斷市嘅啦啊，買斷計嘅，買咗之後咧都終身享有嘅。硬件有用到7年8年硬都可以嘅，咁啲嘅前期投資比較高啊。當然啦，呢套駕駛套件一定玩歐卡未睇龍到嘅，玩其他車類都可以嘅。
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喺右邊出口駛出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好啦，嚟到碼頭啦。
分岔路口靠左，然後轉左。轉左。分岔路口靠右。轉右。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轉右。轉右。分岔路口靠右。然後轉右。轉右。轉左。好嘅。個路線應該有個公司後邊嘅嗰個景觀點。先啊，呢度嗰個位，公司呢個位置。
呢個呢度入去，睇下先啊，呢個唔通嘅。學人講。100米之後轉左，轉左。行駛100米之後轉右。轉右，行駛100米之後轉左，轉左。分岔路口靠左，然後轉左，轉左。
分岔路口靠右。分岔路口靠右。行駛100米之後，喺迴旋處第1個出口駛出。駛出迴旋處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轉左。分岔路口靠右，然後轉右。轉右。行駛100米之後，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駛出。駛出迴旋處。行駛100米之後，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駛出。駛出迴旋處。
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左。分岔路口靠左，然後轉左。轉左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。轉右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左。轉左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。轉右。行駛100米之後，喺迴旋處第2個出口駛出。好啦，隔離跟停分啦。駛出迴旋處。
佢咪都停困啦，呢個近軌。入咗碼頭啦。呢個間卡個標嘅，呢個球標咁樣。羅湖富街去赫爾格曼1個鐘頭59蚊。行駛100米之後，轉右。轉右。
100米之後轉左。轉左。你已經到達目的地。呢個位置啦，跟住 U turn 過去。哦。搞入捲分嘅，所以咧捲分係好麻煩嘅，泊位係。我位好少嘅，我位。能夠慢慢褪過去。OK。經理好啊，191。車輛維修係冇嘅 ，OK。咁返屋企啦，呢一度。好。返歸啊！行駛100米之後轉右。呢啲單程路嘅單次佢係冇櫃球車嘅，唔要 AI 車喺度嘅。行駛100米之後轉左。轉左。
行駛100米之後，喺迴旋處第3個出口駛出。駛出迴旋處。轉左。轉左。你已經到達目的地。